来看城岛的开发案环评已经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撤销，也毋过台北市政府今仔是继续来进行土地议价的庭诉。自救会是批评讲违法，到现场要求讲暂停，也毋过有赞成开发的促进会到现场来表达讲因支持开发。市政府是强调讲已经搁再上诉了，一切是依法办理。口号是否违法？是否违法？环评撤销。化口号批评北市府违法，涉及计划的会期无效，禁建超过50年的时啊，开发案伫前任市长任台通过环评，自救会提起行政诉讼救济。台北高中行政法院4月判决胜诉，撤销环评处分。自救会认为，既然环评予法院撤销，市府采备举行的土地协议计划定数都是违法。坚决反对区段征收以及协议架构，我们坚持要解除禁建。原地改建9大聚落完整保留，以保障我们的居住权、生存权以及发展权。自救会伫金环甲环保团体的社关之下，拒绝市府以开发之名向逼迁之实，也毋过赞成开发的促进会也到场表达立场，支持市府开发。难道说他在上诉中其他事情都不能做了吗？不是这样子吧？说要整个案子要停下来，这个涉及到。各位记者来过都知道，这个环境超级差的，工厂一大把，荒地一大把。台北市政府也依法提起上诉。那在判决定谳前，环评的审查结论还是有效的，也就是环评的还是属于通过的状态。所以我们还是必须依照区段征收的相关作业、法定作业程序来继续执行。对此，市府强调，虽然法院撤销开发案的环评，也毋过市府已经提起上诉，无定案进程，一切依规定办理。土地所有权人会当参加这摆会议，也会当伫年底进前交交同意书同意开发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